5月7日是世界气高压日，这是一个真罕见会致命的病症。目前全台湾有1000多个患者，查某是占8成。因为气高压的症头无明显，若无量早治疗，这存活率是剩无到4成。高雄营总都发明一套口诀，若是会喘、会嗽、头晕寒水，都要量早去互医生看。 真侪少年人当咧练走机走表，行无5分钟就开始喘大气，甚至会嗽，这就是气高压患者出现症头。高雄就有一位朋友，因为长期压力大，伫8当前发现喘气袂顺，行无几步就袂当喘气，尾仔发现是免疫打扫症引起气高压，目前靠药仔治疗，会当行搁较侪路，嘛会使运动。然后讲话大声讲久就会觉得很喘，然后再过来慢慢的就变成是。 走路也会喘，也会累，然后以前可以爬很快、走很快、跑很快，现在都不行。然后慢慢就发现，哎，真的就是你只要一动就开始喘这样子。 气高压是罕见会致命的病症。根据高雄营总统计，全台患者有1000多人，为少年到时大拢有。查某人得到的比例有8成，因为发病原因复杂，心脏甲肺部有问题患者拢是危险的族群。若是量早治疗，即马存活率会有7、8成。高雄营总发明一个口诀，会喘会嗽，有出血、头晕甲水肿，若有其中一项建议，就要看医生。其实大部分还是女性比较多啦哈，那我像我们今天黄先生是差不多是在我们2成的病人左右，那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族群，他有时候可能在50、60、70都有可能发作。高雄营总特别举办6分钟耐力的比赛，有24位员工参加，体会到气高压病人会喘会嗽，透过体验会当对气高压这种病症更加了解，甚至有同理心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